一路好走。據港媒最新報道，香港知名艷星，曾效力 TVB 拍劇嘅鄭艷麗，突然喺社交平台公布噩耗，透露媽咪已經離世嘅消息。據了解，鄭艷麗嘅媽咪呢幾年身體狀況一直唔理想，尤其近1-2個月，已經多次入出院治療。鄭艷麗透露，媽咪離世得好突然，至於具體病因，佢並冇多講，只係直言難以接受。喪母之痛令鄭艷麗悲痛欲絕，佢喺社交平台留言話：而家屋企淨係剩返我一個人，真係難以接受。好彩呢段時間，鄭艷麗嘅朋友一直陪喺佢身邊，俾咗佢好多支持同鼓勵。但喪母嘅陰霾，相信鄭艷麗一時三刻都好難走出來。關注鄭艷麗嘅網友都知道，唔單止佢媽咪身體唔好，鄭艷麗自己嘅身體狀況都好差，所以好多網友都擔心媽咪嘅突然離世會影響到佢本身嘅病情，紛紛留言希望佢保重身體，節哀順變。鄭艷麗呢幾年患上咗好嚴重嘅厭食症，呢幾年已經多次被送入 ICU 搶救，整個人瘦到皮包骨，體重一度得返90幾磅。大概從2020年開始，鄭艷麗嘅厭食症就已經好嚴重。2020、2021、2022連續3年都有被送入醫院搶救，其中2次仲情況好危急，差啲就救唔返。喺鄭艷麗最低谷嘅時候，一直係媽咪陪喺佢身邊。前幾年，媽咪仲專程去外國，為佢帶返啲專門調理厭食症嘅藥物。當時鄭艷麗仲喺社交平台感慨，媽咪帶返嚟嘅藥難吃到死，根本吞唔落，就好似食木頭一樣。因為長期患病，鄭艷麗呢幾年幾乎冇做過咩工作。上年嘅時候，佢仲喺社交平台投訴，話自己被麵粉公司無情炒魷魚，失業之後冇咗經濟來源，生活即刻陷入困境，變成咗失業人士。其實鄭艷麗都算係港劇熒幕上嘅一顆遺珠。當年佢出道嘅時候，樣貌甜美，身材豐滿，照道理事業發展應該好順利。可惜事與願違，鄭艷麗嘅事業並冇如預期般紅火。後來為咗求突破，佢開始拍一些限制級影片，原本陽光健康嘅形象亦都因此大打折扣，被貼上艷星標籤。上世紀90年代中，鄭艷麗去台灣發展，認識咗富商黃任中，兩人關係親密，仲傳出過唔少緋聞。不過最終，鄭艷麗都冇如願嫁入豪門。黃任中離世之後，佢就徹底淡出咗娛樂圈。呢幾年，鄭艷麗真係好慘，唔單止患上厭食症，樣貌大變，工作亦都屢次碰壁，冇穩定發展。佢曾經喺快餐店做過服務員，喺茶餐廳打過工，近幾年先至喺麵粉公司返工，但工作不穩定，收入亦都好一般。今次媽咪突然離世，對鄭艷麗打擊好大，本身就有厭食症嘅佢，亦都令外界相當擔心。最後，願鄭艷麗嘅媽咪一路好走，天堂冇病痛，亦都希望鄭艷麗保重身體，節哀順變，早日走出陰霾。3月初嘅一個清晨，鄭艷麗喺社交平台留下而家剩返我一個人呢句說話，同前1-2個月媽咪反反复复入出院嘅情況，形成咗刺眼嘅對比。冇鋪墊，冇解釋病因，淨係突如其來嘅走咗，睇到嘅人都能感受到那份空虛同無助。發生嘅係現年約54歲嘅鄭艷麗，佢曾經喺 TVB 拍過《俠客行》，後來轉拍電影，靠住甜美嘅樣貌同好身材被人記住，亦都因為限制級作品被貼上艷星標籤。呢段履歷喺網上隨手都查到，佢亦都喺 FB 同 IG 上面用粵語寫低咗喪母嘅心情。佢寫道：媽咪呢1-2個月喺醫院出出入入，今日終於走咗，真係好突然。而家剩返我一個人，讀起身就好似對住手機低聲傾偈，語氣輕輕地，但係令人唔敢多諗。鄭艷麗冇公開媽咪嘅具體病因，淨係話來得太快，佢難以接受。朋友圈入面有好多朋友一直陪住佢，佢喺蚊末亦都話會努力行落去，等媽咪放心。熟悉佢嘅人都知道，呢句努力行落去並唔係安慰人嘅客套說話。佢嘅身體呢幾年一直好唔穩定。從2020年開始，佢反反复复因為嚴重厭食症入醫院，幾次被推進 ICU， 食嘢就嘔，營養完全吸收唔到。呢種病
唔係靠一句多食啲就可以好返。最難熬嘅時候係媽咪喺佢身邊。佢曾經喺社交平台提過，媽咪送外國帶過調理厭食症嘅藥，佢形容難吃到似食木頭。呢個細微嘅細節，卻令人睇到有一個人願意為咗佢背住幾瓶藥送好遠嘅地方返嚟。而家呢個有一個人唔喺咗，屋企一下子靜咗落嚟，朋友再多都擋唔住夜晚嘅空虛。工作都曾經係佢嘅牽掛。過去幾年，因為身體反反复复唔好，佢幾乎冇呼拍，只能喺快餐店端盤子、茶餐廳打雜，後來先至喺麵粉公司謀咗份工。上年佢提到被公司辭退，失去穩定收入，經濟一下子就緊張起嚟。呢並唔係誇張嘅跌落神壇，反而更似普通人會遇到嘅困境：租金、醫藥費同日常開支一筆筆向外流。佢嘅鬆影路本來可以有另一種可能。90年代出道嗰陣，鏡頭入面嘅佢好亮眼，行入屋企都有光，照道理可以一步步向上走。後來為求突破，佢接咗限制級影片，風向一變，艷星嘅稱呼就蓋過咗佢嘅名字。再之後，佢去台灣發展，同富商黃任中傳出緋聞，直到2004年黃任中去世，呢段故事就好似斷咗線。佢亦都逐漸淡出娛樂圈。呢段經歷經常被人拿嚟擋談資，但係對當事人而言，生活嘅重心其實早已經悄悄轉移到生計同健康上面。今次呢個噩耗，多間港媒都已經證實，佢喺社交平台發文嘅時間係3月初。M730、星島頭條、HK01、On、CC 都有報道，信息來源好清晰。佢嘅原文入面冇怨氣，更多嘅係對媽咪嘅牽掛，希望媽咪一路好走，會放心我會永遠掛住佢。喺香港，喪禮有喪禮嘅規矩，親友都會去扶一把。佢嘅貼文入面亦都反反复复話好多朋友陪住我，呢大概係而家最能令佢撐住嘅支撐。對一個一直同厭食症纏鬥嘅人來講，至親離世嘅衝擊唔單止係情緒上嘅，食慾、睡眠、體力都會受影響。身邊有人定時提醒佢飲口熱湯，可能就係將佢拉返嚟嘅一隻手。我唔係醫生，只係鬆佢過往嘅病史推測，呢個時候嘅陪伴同專業幫助都好關鍵。社交平台嘅點讚係溫暖嘅，但真正有用嘅，還是將佢送屋企門口接出去行下，定時復診，定時食藥。佢喺公眾面前留下嘅形象，有爭議亦都有誤解。有人記得佢喺劇入面嘅清純，有人淨係記得海報上嘅尺度。其實呢啲標籤到咗病床前都唔重要，重要嘅係佢係一個會為難食嘅藥皺眉，會喺失業時煩惱租金，會喺喪母後話我會努力行落去嘅普通人。呢種真實感反而令人更願意相信佢可以撐過去，因為撐過去從來唔係漂亮說話，係一口一口將飯食落去，係一次一次走進復診室，係凌晨2點醒咗之後，拿起手機同朋友發一句仲係瞓唔着。我亦都喺諗，媒體嘅鏡頭可不可以少啲追問點解，多啲留白俾家屬。喺公開信息以外，唔使去猜佢媽咪得咩病，唔使去審判佢過去拍咗咩片。最有用嘅，也許係將一條求助熱線、一個心理諮詢機構或者社區支援站嘅聯絡方式放喺評論區，等佢願意伸手嘅時候可以捉到嘢，咁就夠咗。寫到呢度，還是想將佢那句粵語再讀一遍。而家剩返我一個人，呢句說話入面有失重，亦都有嘗試站穩嘅力氣。